兒、羅琳、姚嘉妮、黃子欣等呢日齊齊現身第8屆亞洲國際品牌節頒獎典禮，獲得殿堂藝人大獎嘅寶兒都覺得好榮幸。如果佢有份演出嘅劇集《刑偵12》都可以為佢年尾帶嚟獎項，咁就真係好圓滿啦。其實鍾樹佳監製咧係一個好有心嘅人，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喺佢監製之下嘅嘢咧，即係除咗《刑偵12》之外啦，例如孫軒呢一套啦，係咪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？係禮拜7、29號香港節目。哦，係啊，佢俾我睇先。係，咁好去等俾你先到為快先。係，覺得佢演繹成點先？哇！我好希望同佢合作啦，梗係。呢個係咪即一路都同其實我同唔止 Jessica 啦，阿蛇啊，其實一路以嚟都有，即係之前都有合作啦。咁希望將來啦，希望將來有個合作啦。要街度快啲炮嗰啲新。睇 TVB 啦，咁就。Candy 已經係第2年攞到卓越藝人大獎，表揚佢喺美容界以及演藝界嘅成就。講到今屆港姐李允煙嘅媽媽，原來係佢前經理人。Candy 都話好戥 Victoria 開心啊！睇住佢大嘅，因為佢同我細仔咧經常會一齊玩啦。其實佢一路都好靚嘅，由細到大都。咁其實我反而覺得，我以為佢會喺唱歌嗰方面發展，因為佢唱歌都唱得好好聽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而家選咗港姐之後，各方面都可以發展到，因為佢演藝又得啦，唱歌又得啦。同樣攞到卓越藝人大獎嘅仲有 GM 曾展望同埋 JoJo。JoJo 憑住節目直播零接觸得到觀眾愛戴，呢晚有機會獲獎，佢都喜出望外啊！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好 surprise，咁我都有問過主辦方嗰個方面點解話佢哋想頒個獎俾我，佢哋就話好中意我拍嘅節目，即係可能係直播零接觸咁樣啦，所以